台北市交通局的统计，这骑机车死伤人数呢，18至24岁是占上侪，也那65岁以上的这比例呢，嘛是愈来愈悬。即马为着要来提高民众的交通意识，今年台北市是来开放18岁以上也未考驾照的人去报名车路的训练，结合驾训班的训练，一个人上悬是会当补助6500块。 伫咧路顶骑机车，定要注意交通安全。机车若是出意外，定定拢是肉包铁。根据台北市交通局去年的统计，18岁至24岁骑机车的死伤比例占上侪有22%。为着要互少年家了解安全的骑车技巧和车路风险，今年特别开放18岁以上也未考驾照的民众，通报名总时速5点钟的车路训练。北市所这边有特别在开办。 在考照前的道路的驾驶训练，那这一部分就是必须要去搭配申请取得学习驾照，以及你年满18岁这样子的资格，结合着台北市的那个已经有的驾训班的训练，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报名。除了少年家骑机车特别注意，根据交通局的统计，6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机车死伤意外，嘛是逐年有增加的趋势。驾训班的教练表示，根据因的观察，时代咧骑机车上大的问题是。 定会无拍方向灯特别滑，这是真危险的行为。是老人家其实在骑车的时候，对于那个车道线的遵守会比较薄弱哦，就是尤其是摩托车，就是我们车道地面上都有画那个车道分隔线。那摩托车骑乘的时候，其实它在骑乘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会偏左或偏右，那甚至是在跨越那个就是白虚线的时候，虚白线的时候，那它其实会没有。 就是没有打那个方向灯，那对于后方来车，其实他就没办法去预判他的驾驶行为。台北市交通局表示，为着要鼓励民众来上车路训练课程，若是结合驾训班的场来训练，一个人上悬计共是通补助6500块。另外，若是65岁以上高龄班的车路训练费用是完全免费。希望透过训练和宣导，通互民众知影车路环境的风险，保护家己，嘛通减少对别人的危害。记者卢尚。